火车开过山谷中的红色桥梁，眼下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向尽头延伸。人间仙境一般的景象里，正在田里除草的这一对父子格外引人注目。做父亲的叫做彭敬兴，传统的客家子弟，自创天和玉这个品牌，曾经拿下2008年花莲当地农会冠军，农委会全国10大经典好米，连2届日本米，10位鉴定国际竞赛特别优秀赏。这个叫农艺性藏，它的叶子跟这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它比较宽。仔细解说，慢慢教，因为学资管的儿子要回来务农。其实儿子和20几年前的自己走过同样的路。网络销售也是未来的趋势了，毕竟我们会老了，他们那个7年级、8年级会长大，将来还是社会中坚了。当年放弃台北工程师的工作，回乡继承家业。也有过一段过渡期，怎么都不习惯啊！因为你看那个职场哦，整个都不一样啊。以前在上班都是坐椅子啊，吹冷气啊。在外面，像这个叫自然风啊，这个叫冷气。不止这股傻劲，彭敬兴更结合科技，砸下上百万设冷藏室，并且以科学分析稻米养分，改善米质，使得他的米不只吸收花莲好山好水，还能够有完整营养，吃起来又香又 Q 又回甘。当初回乡看到稻农辛苦大半辈子，却遭到层层剥削，他也致力改善这种情况。现在有7个县市了，大概43位的农民，我们组织一个台湾稻农公司，有企业界来跟我们认购我们的稻田，然后我们种的稻田种好收割就给他，然后他可以过来体验的。彭敬兴认为，台湾有能力生产充足的农作物，政府应该多多鼓励，而不是老是仰赖国外进口。未来他还有雄心，要推广台湾米，成为台商最好的伴手礼。以客家精神务农，以科学素养研发，再定种稻米。彭敬兴却带着儿子放眼国际，这雄心壮志激励我的感动时刻。